对不对？根本没办法看你副本，但是你在上面一直在乱想哦。我说真的，你真的是浪费行政资源呐，好不好？我不管你去怎么检举还是怎样的，反正事实就是有来。可是他们没有直接就走掉了，好不好？他们没有直接走掉了。那一个人叫歪啦，歪什么蛙哥的，好不好？那个叫什么歪什么蛙哥的，来180。我说真的哈，我给你们看呐，我给你们看，这是客人截图的啦。啊，我觉得说真的很奇怪，来。想看被截图下来的对话内容吗？又不是对话内容啦，就是一个文章而已啦。我看一下，来183，有没有可能先帮我分享到200人、300人也可以，好不好？这字很长啊，字很长啊，我就慢慢讲啊，好不好？这字很长啊，我懒得看这很多字，好不好？来。这是酸民团他在 po 的啦，这是人在 po 的啦。来，你自己看。他说老邱胖英我又在说谎了，老粉继续挺。那老粉就指你们，你没事侮辱国家客人叫老粉继续挺，好不好？大家没有像你一样像个智障。来，他说刚才与承办人员通过电话，如图所示，并无造假。我不管有没有造假，那根本跟我没有关系。来，听好了，前几天我被开副本，我根本没有开你。好不好？我根本就没有看你是什么咖，我也没有打上你的名字啊，对不对？来啦，他这个话是事实，这个话是事实。来看哦，来看一下哦。开直播说治安老鼠检验到场发现不是工地人就走的。我说他们说啊，这样不是刚逮，我又没有说他们直接走掉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不是在乱带风向？我根本没有讲过这句话。他们说啊，这都不是刚逮啊，那安内。啊，那呢，伊嘛继续甲我关心嘛，是不是？我无讲伊是为了做一照嘛，嘛无啊，也是没有啊。好啦，就不管了，这不是重点啦。哦，然后大家说什么蛙哥什么蛙哥，我直播发表我很不满，那是你的问题好不好？这什么关系？我是看不懂啦，反正就是随便啦。来，看到这边，反正总而言之哦，都是那个现场事业单位缺失到一个不行，我检举说每一项通通违规。哦，这个我看不懂，随便啦。哦，老邱，你总要把什么丢给我们看，不然我没有在打嘴炮啊。哦，我只是事实把当天他告诉我的，就是啊，这样不是刚地啊，人啊无聊，都安尼你啊，对不？啊，我也没唬烂呐，我唬烂什么东西呀？我要唬烂你们什么东西啦？我要唬烂你什么东西呀？各位朋友，他说他要打电话去，那我跟他讲一下，政府机关人员能听吗？他也是随便应付你而已啊。如果我们出事，早就有人家来了啊，对不对？还在那开直播罚钱了吗？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他自以为很强，自以为很清高，自以为他这样子会满足他小孩跟老婆的那种心态，你懂那个概念吗？对不对？他真的是有病，他真正是有病，你敢知？真正做无想要讲伊，但是真正就是有病，病到最严重的。来，谢谢。啊，那个一看是谁都不知道啦，他随便，反正我就跟他说哈。反正我就直接跟他说哈，如果哈真的哈你这么厉害，那你就正面一点，你就正面一点，他又不敢，对不对？我真的很怀疑，用当初他爸妈生下他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没有胆啊？敢无生大好伊哈？你叫小马较好啊！我问你啦，你去检举那些政府机关的啦啊，他们每次来到这边啊，真的就是没有东西啊，就是没有东西啊，有也只是说啊这个改善一下就好了，那你要干嘛浪费行政资源呢？好不好？如果你真的那么厉害，我真的很建议你啦，我今天就建议你的啦。哦，如果你有在看，你就出个声音啦。我真的很建议你，你可以当那个什么县议员跟立法委员，真的我不骗你，以你的资质跟天赋，真的可以当立法委员跟那个，对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晚上好哦。我鼻子没有越来越长啊，我鼻子是三根很挺，好不好？没有越来越长。哦，我真的哈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你做个直播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子？我根本没有每天生气，这也没什么好生气的，大家都讲了哈，啊随便他怎么说了，啊反正就是事实就是这样。他不是叫小贺吗？叫小贺是我的 ID 啊，是我的。你看我这阵子有在炒人数吗？也没有啊，有在推粉型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根本就没有嘛，慢慢来嘛。来，大家好哈。啊，所以我就说哈，良心啊，做到米啊，做到都烂了啦。
啊，你唱迄啦，来常伟，常伟，在常伟，来这。啊，我们不在我这边啊，那不啊，等几工不是有 K 出来吗？来，还有啦，啊，他还开直播啦，也是大家一起乱啦。他乱到刚刚跟我说，他真的做得很累了。啊，人一个少年囡仔，虽然伊的出发，伊咧做诶，吼，你着互伊认真去做，伊嘛是安尼行来的啊，敢无样？这些人怎么不敢去吃酸麦直播主？就几乎啊，就是这样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哎呀，回台湾的时候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啊，你跟人家封锁呀？谁？高月婷啊。他在北方，每次进来都酸。每次进来，什么年炮啊，什么沙小啊，什么，每次进来哦，好几次了。无啦，月婷，你互我讲一下啦，这吼，当囡仔尔吼，啊伊什么开玩笑吼，还是啥吼，较分袂清楚啦。啊，你看我甲解封还是？啊，不是开玩笑从我办粉丝团到现在，每次进来都是酸，没有一次那开玩笑，有没有开玩笑我都分得清楚了。吃饱没事干，老邱告他，我不会去告他啦，因为我根本不想告，为什么浪费社会资源？那边去告，各位无艺术。而且加上我跟你这样很合理吧，因为他也昨天也有标东西啊，他也给他封锁，给他弃标。是哦，我封锁就我没有觉得。安尼高月婷，你安尼较好一个民主的啦，少年人一个鼓励一下啦，给他鼓励一下啦，多多鼓励啦，好不好？哎啦，好啦，不要哭，我是故意的。伊个人就是安尼啦，爱讲笑啦。啊，有当时啊吼看过就好啊，伊嘛有当时嘛是安尼搞跑啊，搞哎讲干你娘为什么不脱衣服什么的，啊，其实咱看过就好啊，十岁囡仔就济啦，真的很多啦。我们努力在做自己的直播，我不是要讨拍，也要干嘛的。可是我说真的吼，何必要这样子针对下去？干嘛一直针对？我也一开始都好声好气跟他们讲。真的要鼓励一下，无买物件不打紧啦。咱至少你感觉讲，这个少年囡仔你都咧讲变，有咧改变啦嘛。都咧改变咱个鼓励嘛，是毋是？啊，你来讲话有当时啊无拄好，袂介意听的时候，你使甲修正者嘛，是毋是？有当时啊你家己看，来，我足久也无交选民啊，为什么？咱家己嘛去想嘛，对无？我就是我安尼红交，你嘛是无意思啊。但是有些选民就是会这样，没办法，他就故意激你的，他故意要刷存在感，就是故意激你，啊激到会呢？激到最后会怎样？会压起来嘛，对不？是不是？叶庭兄是好客人啊，是爱嘴炮，我正经的，真的。不要针对我。哎，你俩你是他点引导过他。我就说真的，从我开直播到现在，他每一场进来都是针对我，从来都没有锁过他。为什么我今天会锁他？你是他点引导过他啊哦。那你啊，他那个真的太过分了，讲不听。我不可能帮他解锁。你讲唐老鸭不要哭了，你老是天风扛的压力比你还要大了。人家又来了，那故意的。嘛不是讲故意不故意啦。啊，这咱讲话就是安尼，生安尼。有当时啊吼，要甲认真吗？认真咱嘛加忝。啊，你无认真吗？对无？这种做歹讲的物件啦。你像我安尼，开起来，大家讲，大家往开讲。要不然你就要开账号了。你真账号？你真账号？真账号？我甲伊通过电话啦。对，啊，可以打电话来啊。真假？网友有啥物啊？那种啊，有啥物啦？注意啦，注意啦。不会啦。有时候要压，不要看谁小。方一母今天小帮手是鲁鲁吗？不是啊，为什么是鲁鲁？为什么？阮月娇为什么是鲁鲁？不是鲁鲁啊！啊，庄天线，庄天线，不要再呱呱呱了。啊，我看你基本上无咧分享，嘿啦。拜托者，有当时吼手势举悬者啦，互阮做一下生意，小小的生意尔，对无？对无？是毋是？你若讲阮若开直播拢咧做歹，安尼你来甲阮攻击嘛，阮无话讲啊，嘿啊。各位不要欺负他们，他们做直播真的很辛苦。各位呱呱呱呱呱呱，感谢那个伟动了，好不好？老邱草原 MV 怎么找不到你？你们被剪掉了吗？没有被剪掉，只是那个镜头没有带到我而已。我有看的，哦，那个镜头没带到我，所以我跟我去讲哦，我是很一个不重要的角色，不重要的角色。真的一直乱，一直很闲啊，就一直乱了，没办法。好嘞，你搞到就是啥无？啊，你看，安尼我无度啊，高月婷，安尼我无度啊，伊即马就甲你 Q 咧啦，就甲你 Q 咧啊，我也无怎讲啊，系啊。少凯哦，少凯就是大高雄的少凯啊，是不是？
是不是？是打是，不是打不是。啊，你讲要叫你甲因解锁，有点慢。对吗？无甲伊套死着，哎，比较好啊，干你娘都结束。对吗？真的啦，他走心了啦，好不好？真的走心了，真的走心了啦。你讲我恁姐爱死还是？他真的走心了啦。笑死！我看老邱这里，我看到了哈，规刚我看者哦。常委站在中立的，你抗压性不够还加油，还刚刚不爽就关直播，那相款说嘛，铁粉哦。对了，是没错啦。啊，规刚我跟你讲啊，他这都囡仔尔啦，他20岁尔，啊，你要叫伊豆学啦，哎啦，慢慢学啦，好不好？高月婷你也嗨，你看人家走心了，你错赛，没有香肠啊。好啊，我再去啊，7月5号去成立哦，然后我再去剪彩，好不好？来进来的朋友一样再分享一下哈。其实我说真的哈，你们要当酸民可以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。但是我说真的哈，你有检举到我们那个行政机关哈，但是来这边来了之后，我是觉得说你不要去刁难人家啦，啊，我也没说什么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卖一样刁难嘛，因为来个家嘛是安尼尔，也是嘛是安尼尔，嘛是安尼尔。对不？你看你讲几工啊，嘛是安尼尔，对不？你讲你偌强，我拢唔相信，真的啦。你若足强，我跟你讲，选立法委员好不好？真心拜托你，我真的会投你一票，看你住在哪边哦。好了，不要再烤香肠了啦。这一台怎么还在？在啊，为什么不在？你以为我们倒台了吗？没有，好不好？拜托。猜到了吗？猜到了啊，高雄啊，刘少凯，高雄啊，对不对？高雄嘛，对不对？郭子成在啊，为什么不在？你希望我们不在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越希望我们在，我就越在给你看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恁检举迄实在是足无臭无潲，因为袂行，都袂行，都袂行，对不？都袂行嘛，是不是安尼？这样下去不用卖东西了，你们公司改谈话性节目好了，不用啊，我待会还是卖东西啊，好吧？来，大家晚上好哦，史瑞。